歡迎嚟到頻道赤口。今日我哋嚟傾下呢幾日一個有趣嘅新聞，就係車公廟求籤。每逢年初二，香港政府乜乜局乜乜主席都會一行10幾人才仔仔咁去到車公廟求神問卜，為香港為指定地區求籤，希望從中得到啟示。老實講，堂堂一個國際大都會，靠住一條籤一張紙去決定香港未來一年嘅命運，真心令人 O 嘴。新聞一出，當日落到街，個個喺度鬧求得下籤嘅沙田鄉事委員會莫錦貴主席，真心覺得佢好慘，新年俾人鬧俾人咒。如果一張籤文真係可以決定一個人、一座城市，甚至一個民族嘅命運，咁真係勁啦！但同時間好恐怖，完全唔會讓人平安。我哋真係要諗下，呢種傳統係咪真係讓人平安？一張籤文背後嘅力量係咪真係來自嗰張紙，定係因為我哋俾咗佢某種意義？如果你要信咁多個神，又車公又黃大仙，真係好亂啊！再諗深一層，從信仰角度問，其實就係問一個更加深嘅問題，我哋究竟係向邊個交託自己嘅未來？如果我哋相信宇宙背後真係有一位神，係創造者，係歷史嘅主，係掌管將來嗰位，咁我哋理論上應該係直接向佢求問，由嗰位創天造地嘅神去同我哋言說。但求籤背後嘅假設係有另一套靈界系統，透過一支籤、一首籤文，再加個解籤人，幫我哋翻譯未來，決定命運。換句話講，我哋唔係問神點睇，而係問籤文點講。表面睇好似只係一個傳統儀式，求個好意頭，但實際上係一種將信任外判，心底裏面可能係我唔相信可以放心交託俾一位看唔到嘅神，亦唔相信自己可以負責任咁作決定，所以揾第三方，即係一張紙、一首詩幫我揀。咁樣結果係咩？表面安心，其實更加焦慮。抽到上籤又驚自己玩壞咗個好局，抽到下籤就日日提心吊膽，好似注定黑仔一年。聖經入面其實都記載過人求問未來，但有兩點好唔同。第一，方向唔同。神嘅子民係直接向上帝求問，唔係向某啲莫名其妙嘅靈體，亦唔係靠某種技術去操控未來。第二，關係唔同，嗰種求問唔係一個客人上門買服務，而係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問爸爸，我下一步可以點行？重點唔係知道幾多細節，而係願唔願意相信帶住我嘅嗰位係可信。求籤最大嘅問題唔係準唔準，而係慢慢將人由信一位主宰歷史嘅神，變成信一套可以操控命運嘅方法。我哋想要嘅不再係同一位可信嘅神建立關係，而係一套令自己心安嘅系統，有程序、有步驟、有儀式，搞掂，然後覺得安全咗。但你諗真啲，如果我哋真係相信一張籤就可以改變香港命運，咁即係話政策唔重要，公義唔重要，人嘅選擇同責任都唔重要，最重要係邊支籤。咁樣，其實你嘅信仰可能已經簡化成一個派籤機器，亦都將人拉低到只係籤文嘅奴隸。喺基督信仰入面，平安唔係因為我哋可以控制未來，而係因為未來喺邊個手上其實好清楚。呢位神唔係用籤文同我哋講嘢，而係用耶穌、用聖經、用良心、用群體去引導我哋。佢要嘅唔係我哋識唔識問籤，而係我哋願唔願意學習相信，學習負責任咁作抉擇。所以，當我哋見到年初一、年初二黃大仙、車公廟人頭湧湧，唔好淨係笑人迷信，因為嗰份好驚失控，好想有個更大力量話我聽點樣行嘅感覺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。問題只係，你將嗰份焦慮交俾邊一位？如果有一日，你唔再係問呢支籤點解，而係問上帝，你想我喺咁多不確定入面，點樣行一條合你心意嘅路？
咁，你已經離開咗求籤宗教，踏入另一種關係，唔係用靈界工具去操控將來，而係學習同一位可信嘅上帝行路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啊！